係，即係我會覺得，即係最出名嘅僵屍先生係講緊80幾年嘅事。係第一套啊。咁你見到當中嘅角色，譬如錢小豪咁，我嗰陣時20幾歲，佢主要處理一啲武打嘅場面。但係僵屍先生呢個系列之後喺90幾年嘅時候已經係沒落咗㗎啦，呢個題材。咁所以當我哋僵屍再次出現翻嚟，已經係講緊見到一個50幾歲嘅錢小豪啊，一個將近60歲嘅陳友啊，一個80幾歲嘅吳耀漢啊，即係其實每一個演員佢哋經歷咗咁多年嘅風霜，佢哋面上面都出現咗好多皺紋。咁我自己對皺紋係好有興趣，因為我覺得每一條皺紋都喺度講緊好多唔同嘅故事。咁所以特登揾翻晒佢哋翻嚟演係有一個意思嘅，但係當然亦都有遺憾啦，即係譬如林正英啊、許冠英啊，即係佢哋已經離開咗喺我拍呢套。即係本來都有 include 佢哋嘅，即係可能有少少林正英就冇啦，因為佢離開咗太耐。97年。係啦，反而許冠英喺我寫第一稿嘅時候，佢係存在嘅，喺呢個故事裏邊。但係大概講佢會，其實因為佢有一種好獨特嘅幽默，係得佢先有嘅。咁佢嗰陣時第一稿，佢嘅角色同埋戲份主要就係同劉南光。劉南光係喺個大排檔度做老闆嗰個。咁因為我哋寫完做前期，佢先至過身。咁我最終決定將嗰一段戲刪走咗，直情冇拍到咁樣。明白。